你好，我叫次旺，我是来自德国，康巴德国。我现在在 Arizona， 在美国啊，美国最好最美的地方。现在我出去玩，但是这里天气比较好，我的心情好，今天心情非常非常好。在这里看起来非常美，非常好。然后呢，我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去的地方，比较有石头啊，有什么木啊，什么很多东西。在这里这样的天气也真的很好，在这里非常非常美。在这里有石头啊，在这个本来就是木啊，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就有这样的很多石头啊，有很多草原，什么东西，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从来都没看见过这种东西。这样的，我的有两个朋友，他们去在前面。还有呢，这里有这种东西，我也不知道。动一下手很不好动的。这里有几个有什么东西啊？这样的。你们那边有啊，很多东西啊。我刚才来的那个地方，这样的。Okay, who are you?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Tenzing Rapton. What are you We're doing in today? Tuscan, Arizona. Pretty cool place. And we're in the mountains. That's Okay. it. Are you happy? I'm pretty happy. All We're right. good. Exercise. All right. Getting strong. All right. Yeah, he's my friend. So he's so good. Today weather is so beautiful. Yeah. So 今天这里好美，天气好，真的好。这是的嘞，那么人家洗脚，打灯啊，打眼桌布。America 사실 에로조나 라서들요 얘나다 사샤데 시보레 셈바 히보레 난키 히보레 차마 시보레 난카 뭐지 사이 단스 좀 봐, 맨돌아 자르 짠짜르